你有冇見過咁型嘅網約車先？2025款比亞迪唐 DMI， 目前呢台車係降價咗成萬蚊嘅，再送5次保養同一個7000瓦嘅家用充電樁，咁大力度，咁係值唔值得買呢？OK， 我哋先講缺點。首先佢係一台7座嘅 SUV， 但係佢嘅第三排我個人感覺真係夾硬裝上去啊，空間細到離譜，而且因為佢平時嘅狀態一般都係放倒嘅，咁樣睇佢後備箱空間仲可以嗬，但係你一旦打開第三排後備箱，直接就廢咗啦，非常尷尬。如果你臨時要用到第三排，你仲要將後備箱嘅大件物品搬走，然後咧就係佢嘅操控方面啦，方向盤非常之輕，助力俾得好足，平時正常溫柔開幾好嘅，但係一旦你深踩油門要速度與激情一下，操控係比較難受嘅，而且佢仲會，我操，係冇錯啦，原廠配嘅呢條加通輪胎防滑真係太垃圾啦，非常危險啊！呢個就係我體驗落嚟主要嘅缺點，咁啊到優點咯。首先就係用車成本低啦，綜合續航咧1150公里，純電續航115公里，油電混合 HEV 模式咧8公里油耗4點幾，一年跑1萬公里加油先4000幾蚊。如果你用純電多配家用充電樁充滿電咧，唔超過4蚊雞，4蚊雞就可以跑100公里，抵到爛啦。然後就係外觀啦，個人感覺呢代唐咧比較襟睇嘅，每個細節都做得唔錯，有呢個龍顏雪髮嘅車頭啦，仲有呢個中國結嘅後尾燈。但係成台車咁睇落嚟，你話好唔好睇，真係見仁見智啦。畢竟佢真係冇咩辨識度。OK， 咁其實呢台車仲有好多嘢講。如果想睇呢台車嘅完整長視頻測評，歡迎嚟懂車帝 APP 獨家片場揾我係阿輝，我哋下期再見。